我哋嘅居住證點樣辦理，同埋有咩用嚇，同埋需唔需要去辦理呢？最主要咧，其實居住證係均衡到啦。就如果居住喺度嘅居民係可以享受到同當地居民一樣嘅待遇，咁當然一樣嘢就包括教育都一樣嘅，辦理咗先可以享受到。咁今期咧最主要會同大家講翻點樣去辦理。想喺大灣區買樓，信息太多太雜，驚買錯，手續又唔知點搞喎。中居地產深耕大灣區13年，陪住數萬個家庭，見證佢哋喺大灣區首個家嘅建成。從買樓到驗樓、裝修入住，全程保駕護航。中居地產，你嘅灣區置業好幫手。即刻撥打熱線電話63658001，開啓灣區新生活。Hello， 大家好，智灣區首選中居，我想去產中沙啦。咁我哋上條嘅醫普嘅影片嘅資訊片出咗之後啦，亦都好多街坊朋友啦就揾到我哋，想問翻呢個居住證呢個准入條件係點樣去辦理？嗱，咁今期咧就同大家講翻呢個我哋嘅居住證點樣辦理，同埋有咩用嚇，同埋需唔需要去辦理咧？咁其實咧第一個講翻先，其實居住證嘅用處咧，咁我哋上期都提到啦，咁你醫保咧係必要嘅一個條件嚟嘅，有居住證先可以辦理到啦。第二方面咧就方便翻大家喺度進行一個叫做包括如果駕駛證嘅新換新領有居住證咧就快啲，同埋咧方便翻日後我哋嘅違章行為嘅一個查詢嘅。第三方面咧有咗居住證喺度買車先可以買到啦。第四方面就係話有咗居住證之後啦，其實咧生活喺度嘅街坊可能都有啲辦理咗噶啦。其實咧年滿到一定周歲咧，其實就可以進行一個辦理到啦。我哋肇慶呢邊嘅嶺南通點肇慶通嘅，呢張咧係公交車卡。如果大家咧辦理咗之後咧，所乘嘅所有嘅公交車內咧，即係市內公交啦，都係一個免費嘅。所以咧，其實相對嚟講，除咗呢啲點點面面之外啦，其實最主要咧，其實居住證係均衡到啦。就如果居住喺度嘅居民係可以享受到同當地居民一樣嘅待遇，咁當然一樣嘢就包括教育都一樣嘅，辦理咗先可以享受到。今期咧最主要會同大家講翻點樣去辦理。其實大家可能可以睇翻我哋屏幕嘅呢一個位置啦。其實咧一共會分咗3個唔同嘅情景。第一個就係我自己係業主，我買咗呢套單位，我點樣辦理嚇？第二個就係我買咗呢套單位，但係我屋企人點樣辦理？第三個啦，我想租喺度先，又點樣辦理？逐一同大家講講。第一個先，相對比較簡單嘅就係自己買咗單位喺度嘅街坊啦。第一個就需要我哋嘅房產證、合同、複印件同埋原件帶埋去都冇所謂嘅同埋身份證，即係我哋嘅回鄉卡嘅證件啦拎埋過去去到管委會就有複印嘅啦。同埋咧記得啦，就喺影相鋪影一張我哋居住證嘅回執，或者去到行政服務中心再影就 OK 嘅啦。其實呢個咧就冇話一定嘅啲叫做複雜性嚇。其實辦完之後，基本上攞翻個回執條講翻幾多10個工作日之後就可以攞翻嘅啦。第二方面就係話，我買咗喺度，例如我嘅仔女想點樣辦理到呢個居住證呢？大家睇翻第2項，其實多咗一樣嘢咧，同第1項咧。我哋去睇翻第3點啦，其他都一樣嘅。第3點就係關係證明。關係證明內地叫戶口簿結婚證啦。但係對於我哋香港市民嚟講係冇呢一樣嘢噶嘛。但係結婚紙又有，戶口簿係冇嘅。咁點樣去體現到呢個關係證明呢？各位街坊就可以去到咧香港嘅當地嘅民政事務處啦，開翻一個家庭成員表嘅宣誓紙，咁咧就拎翻上嚟嘅啦，就可以進行一個辦理嘅。有效期開咗嗰張紙咧就1個月嘅，大家記得啦，拎上嚟俾到呢邊嘅我哋嘅一個辦理居住證嘅人員咧，咁佢哋會對應翻你嘅資料核對，冇問題嘅話咧，佢哋就可以給予辦理嘅啦。第3方面咧，就相對嚟講比較複雜啲嘅，就租咗喺度住嘅街坊點樣去辦理啦？大家見翻第3項啦文件上面，相對嚟講係比較文縐縐嘅一面包括其實無非就係用翻咧剛剛提到嘅資料，呢度單位嘅產權證明，即係合同又好，房產證又好再嚟到產權人嘅身份證複印件啦跟住咧
仲有我哋嘅租賃合同啦，畢竟係租房嘅話會有一份租賃嘅合同咁同埋對應嘅居住證嘅回執，同埋自己嘅身份證嘅複印件，同埋一樣嘢咧，最後先講嘅就第5項啦。我哋嘅一個治安責任書嘅原件咁呢一個咧就需要咧我哋嘅一個轄區嘅派出所咧進行一個簽訂嘅，咁就需要房東過去咧去登記同埋去簽訂咁如果除咗呢一項之外，如果話業主好多喺東莞、廣州或者喺香港唔得閒過嚟簽嘅情況，咁其實都可以點樣咧？寫翻呢個授權委託俾到租戶，咁租戶就去到例如華僑城嘅就去到長利派出所進行一個登記，攞翻呢個治安責任書就可以啦。咁大家知道翻呢樣嘢，咁當然咁我哋處理所有嘅租賃當中啦，我哋都會問清楚租客是否需要辦理。咁如果需要辦理嘅，我哋都會提前同呢個房東講翻，因為都真係喺呢個市場上都真係有啲試過就有啲房東覺得嫌麻煩係唔去配合嘅，因為其實佢就話你開頭冇講各方面都會有咁所以咧其實凡係我哋經我哋處理嘅啲租賃嘅單位咧，我哋都會協調好租戶，問清楚同埋如果需要嘅情況，我哋就會出好所有嘅文件，大家就喺簽約嗰時咧就一齊簽埋呢一個叫做授權委託書就 OK 嘅啦，大家就可以進行一個辦理，亦都係方便翻大家去處理啦。其實相對嚟講咧，大家可以留意翻呢個文件其實就無非係1、2、3項咧係比較適合翻我哋對應唔同嘅情景啦。下面嘅基本上即係公司單位同埋自營經商或者係學生，大部分可能都未必會用到呢啲噶啦。今期咧最主要同大家講翻呢個居住證有咩作用點樣去辦理我個人覺得咧，如果大家真係長期住喺度嘅，我覺得係有需要辦理嘅。如果你話我1個月住喺度1、2日，1年都加埋1個禮拜度咧，我覺得咧就可以唔先行唔辦理住先都可以嘅。視乎睇翻大家嘅一個需求因為畢竟真正住喺度先會用得更加叫做多嘅啲功能性喺度。今期片咧最主要同大家分享翻呢一個居住證點樣辦，有咩用，大家亦都更加清晰啲啦。如果可能講得未夠清楚嘅位置咧，大家亦都要揾到我哋屏幕上方嘅啦，揾到我哋中基地產客服，我哋亦都可以啦，再同大家一一去介紹翻對應翻，或者需要我哋協助辦理嘅，或者提供啲叫做諮詢嘅，亦都要問到我哋都會逐一同大家去解答翻嘅今期片咧差唔多到呢度啦，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期再會，拜拜。想租樓又想放租嘅香港朋友睇過嚟，想喺大灣區生活又驚買錯樓翻唔到轉頭，不如租套樓試住先啦。海量精選房源，真正實現零壓力融入大灣區生活，即刻撥打熱線電話63658001，租盤放盤記得揾中居地產。